自2026年5月初3，三日教会主日礼拜，大圣咱来听读圣经，何西阿书第10章19、15节。以法莲是好教的牛母，爱润5国。我将胆挂伫伊水阁涌的颔管。我要互以法莲拖车，互犹大犁田，互雅各背送田途。着为家己开垦耙远的地，种公义，受慈爱。现在是找求上主的时，伊来的时，要互公义亲像雨水降落互恁。恁种邪恶受罪过，食白菜结的果子。恁挖靠家己的气力，可惜恁有真济勇士。所以战乱的喊法会临到你的人民，你所有的堡垒会互人拆毁，亲像亚述王杀入万伫战争的时，拆毁别亚比勒。迄时老母甲因的囝儿，拢会互人杀死。别特利人啊，恁做大恶极，会拄着上款的灾祸。天一个光，以色列王就会受消灭。种什么受什么。兄弟大家平安。伫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人若说种葡仔会生菜瓜，种葡仔是安怎会生出菜瓜？有可能一开始就甲菜瓜丛当作是葡仔丛，看毋到种类所以等到瓜仔生出来才发现，原来一顿差八尺。台湾农业真发达，有的蔬果会当靠着接花的方式创造搁较大的价值。毋过有时阵，咱若伫网络买材仔，嘛着真小心甲风险。也有不良的材仔商，伊寄互你的材仔，甲你原初买的材仔是无共款的水果甲种类，即个我也拄过。今仔日咱听读的圣经是何西阿书第9章到第10章，遮讲到着以色列的农业，伫因修行甲宗教做期，然后延伸到伫信仰甲生活。到底修行也是丰收是上主的祝福，还是变成做是上帝的审判咧？以色列人是安怎也会目睭处处种葡仔生菜瓜？是因家己戆，还是互人牵底戆说，互人拐骗去咧？原底以色列人的祖先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因住伫迦南地，主要是从事畜牧业。以撒也是半兼做事，总是主要也是畜牧业。雅各的子孙落去到伫埃及住400年的期间，主要嘛是从事畜牧业，饲精生。毋过当因出埃及，重返迦南地以后，大部分改以做田做事为主。毋过以色列人甲迦南地的原住民族以及邻近的国家民族互动了后，生活习惯、文化风俗，甚至宗教信仰，也渐渐受同化甲异化。背离原初甲上帝立约，信独一上帝，诚做遵守律法的上帝子民的信仰。以色列人因也拜上帝，也拜迦南宗教的遮个正偶像，诚做不得不切的宗教。连带道德伦理也对倒走样，诚做先知所谴责，上帝所厌恶审判到刑罚的地步。这也是咱爱引以为戒。咱
大先来看何西阿书第9章到第10章的分段。第一段伫第9章1节到9节，讲到上主要刑罚以色列的腐败。先知的话可能是伫以色列人因修成五国的宗教节庆中间来讲这段严厉的话，经过因伫欢喜庆祝修成的日，却亲像淫妇伫找客兄拜偶像，结果惹来上帝的受气，也要受上帝赶出以色列地，受掠去到亚述变成一无所有。上主差遣先知去劝勉因，着爱悔改。毋过因讲先知是戆人，是受神感动的小人，阁要长等因，看因做受得。第9节，先知形容因亲像是早时的基比亚人，彻底腐败。基比亚人的故事是来自士师时代的便雅悯族。基比亚人因强奸利未人的生意，后来引发12支派的内乱，最后引发便雅悯支族采取灭掉的事件。上帝讲，以色列人的罪也要受上帝刑罚报应。第二段伫第9章10节到14节，上主讲，因对以色列人的意爱，就亲像伫旷野看见葡萄，也亲像看见头一季初熟的无花果。即款形容非常农业社会的生活情景甲用语，做是则煞讲以色列人真实款，因一个入迦南就移情别恋去拜偶像神明，所以因受咒诅，袂生育，就算会生，也会碰到底命，饲袂大汉，也是互对敌残杀毒害。第三段伫第9章15节到17节，上主要去杀以色列，互因伫列国中流浪。遮讲到着结局，结局是以色列人伫约书亚带领因入迦南地头一个基地大本营，也是一个宗教圣地。总是上帝讲，因规组害了，烂甲无救啊！就亲像是阮去打去未结果子的树仔，无效无路用。所以命运就是受审判、受气杀，甲受流放毋典。第四段伫第10章1节到8节，讲因物产哪丰富，就哪犯罪。丰产皆毋是上主赐福的主要记号之一。毋过第10章的第1节讲，以色列是熬生炭、熬结果子的葡萄树，果子结哪济，这段就起哪济，土地出产愈丰富，石条上就做愈水。这意思是上主赐福愈济，因就愈拜偶像，将荣光归互神明，亲像讨客兄的，毋知影见笑做妓女。总是上主互因的偶像金牛要受抢去亚述，因要受凌辱见笑。拜偶像的祭坛要毁坏荒废，要砍满刺皮即个顶才会杂草。第5段伫第10章9节到15节，上主要审判以色列。上主控告伊的选民以色列，再次讲起因自士师的时代基比亚事件以来，
就继续犯罪，继续得罪上主，所以会受上主责罚，拄着灭国的灾祸。第10章12节，这真要紧是金句，为着家己开垦趴远的地，种公义受阻碍。现在是找求上主的时，伊来的时，要互公义亲像雨水降落互恁。咱对何西阿书第9章到第10章通学习到甚物教示？第一，讲到着上帝恩典毋好滥用，毋好滥用上帝的恩典。做基督徒的总是真爱求上帝恩典，要爱即项，搁爱迄项。有时阵上帝嘛真慷慨，正如所讲，因为天父互日头出来照歹人甲好人，嘛着互义人甲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章45节。上帝有时毋是干那赐福互基督徒，上帝也会疼惜照顾赐福互遐个未信者。毋过要问的是，咱做上帝的儿女，做基督徒的，当咱领受到上帝恩典还是赐福，到底咱是将阳光归予上帝，感谢上帝呢？还是甲这看做是理所当然，还是归功互别个人甲其他的可能呢？先知以色列人讲，上帝赐福以色列人，互因丰收，搁趁大钱。总是以色列人竟然是去拜偶像，服侍外族的神明，去愈济的祭坛，去愈水的偶像，无归荣光互上帝，这就大大得罪上帝，真正是忘恩背义，良心狗戏。诗篇103篇第2节讲：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我就要互咒诅临到恁，互恁的福气变做咒诅。上帝恩典虽然是白白的，毋过相对的，咱也着爱将一切荣光归互上帝，才袂失去祝福，反转变成咒诅。伫遮咧讲到着上帝权能赢过一切，上帝权能较大过一切。何西阿书第10章第3节，迄时因会讲：阮无王，阮无得惊上主。有王，伊敢会替阮做甚物？以色列人伫因兴盛的时，目空一切，一来认为王对因来讲是无路用，袂当替因做甚物，所以因也无看伊王互人谋杀、篡位，一个换过一个。另外，因也无咧惊上帝，所以亲像伫第9章7到8节咧讲，因看先知是戆人，是受神感动的小人。虽然先知是受上帝指派做以色列的守望者，毋过伊无论去倒位，拢有落网在长等，连伊上帝一家都受敌视。士师记21章25节，迄时以色列人无王，逐个人拢照伊看做对的去做。无王是表示一个混乱、无政府的状态，逐个人想要创啥物就创啥物，正做一个无法纪的社会。所以后来以色列才进入伫王国时代，王也成做上帝伫地面上国度的施政代理人。总是人若自高自大、假群结党、为非三做的时，这就甲何西阿时代，也是以色列国伫灭国前的社会状态差不多。出于真理的良心的话，
也会互看做是戆人伫讲笑话，迄是真悲哀无救啊！落尾也只有上帝用伊诶权能出手来审判、刑罚，恢复新诶国家、新诶社会，建立新诶秩序。第三，则讲到着爱结出上主以外诶果子。种果子树诶目的，自然是爱种出下伫主人欢喜，也消费者会介意接受诶果子，才算是合格成功。若是种葡萄生菜瓜是无路用诶。最后说也捌讲，有一个园主伊诶水果园种一丛未生无偌久诶树仔。原本主人要甲错掉，毋过尾仔阁用阮留一年观察，看经过收尾应肥以后，敢会生出果子，啊未了才阁做拍算。好写书第10章，这所在也警告甲谴责以色列人，恁种邪恶受罪过，食白插结的果子。若是上帝爱因什么？第12节则讲，着为家己开垦拍远的地，种公义受慈爱，种公义受慈爱，才是上帝所喜爱。最后所讲，伊是真诶葡萄树，咱只有甲伊结连，才会结出果子济济。保罗阁讲，毋过圣神诶果子是仁爱、欢喜、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实、温柔、节制。即款行为一般诶法律无禁止。甲太书5章29、23节。亲爱兄弟姊妹，咱种诶是甚物，收诶也会是甚物。罗马书12章19、20，保罗教示咱，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怜悯，我劝恁将家己诶身躯献互上帝做活我诶祭，是圣洁伊所欢喜诶。这是恁合宜诶敬拜，毋通互世俗同化，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甚至得到更新，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佮完全诶旨意。咱做伙来祈祷。主啊，爸爸上帝，阮感谢你诶恩典满满，也互阮透过伫圣经中间来学习，当主你赏赐互阮济济恩典诶时，阮着爱用光互你，也毋通来滥用上主你诶赐予诶恩惠，也互阮会晓伫离开一切诶歹，来牵调伫主你诶良善，也结出圣神所欢喜诶遮诶果子，来荣光主你诶名，也互人透过阮来得到利益。阮献上感恩祈祷，靠耶稣诶名，阿免。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诶，就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